花莲的马太安溪水头的崩山湖，将水传出来，冲到光复市区，造成真严重的灾情。在海应变中心早起统计，已经造成14个人死亡，还有上百人失踪。有真侪关切的消防队拢去斗相共抢救，市区四界拢是烂土，水嘛应该要一战老悬，规个市区拢绿苍苍，民众是真无奈，嘛真怨叹。 消防员赶紧沿路广播，警告有逆流大水要来，民众赶紧避难。我都做行李啊，哈。都没有办法了，全部毁了。真无奈继续清理，甲横一暝之间，变甲路苍苍，规涂骹的土山高高一层，徛起铁门变形，超冲大门破去，物件大家规涂骹。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光复乡的市区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大水虽然退去，可是现在满地的污泥，居民都现在 赶快清理家园，可是接下来可能又有另外一波的淹水，居民也相当的担心。将来风太大来，强降雨，互花莲马太湾溪水头的崩山湖唔来溢流，溪水搁放落来，逆流冲向光复乡，积水成灾。即马淹水渐渐提起，煞是路苍苍，小货车倒链卡在面体头前，甚至造成死伤。我妈妈被水淹没了，走了，尸体还在家里。 被泥土都掩盖了。亲人不幸死亡，家属心痛流目屎。根据消防署上新统计，目前有14人死亡，34人受伤，114人失联。消防人员为外壁撤离关楼的住户，邀外关市民间车队来协助救援。这场大水也让马太湾气球冲断去，上新的空中画面明显翕桥面已经无存在，桥梁也被冲毁，串楼水势内底，敢若剩部分的桥墩。 我们在10月15号之前，我们的涵管的这个便桥，我们就会让它来通行。那整个完整的桥梁跟永久性的桥梁，我希望在明年的年底之前能够完成单线的建构。断桥也让大高线交通断去，车来往受阻。交通部长陈世凯指示到场巡视，要求2礼拜内先抢通便桥来通行。在铁路部分经过抢修，目前华东往返已经恢复。水进来的时候。 也没有马上一个那个类似海啸警报这样响起哈，我们只能运用我们自己所掌握的一些那个 LINE 啦还是什么，赶快通知。14个桥啊，搁迄桥场的头家嘛流走去啊，嘛无去啊。这场灾害过后，也引起部分民怨，为有防到危机处理，拢受到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